到龙宫去说法，看到呢龙场之中啊有此一经，披月之下，叹为稀有，特默诵而出啊。所以以往那个修道人很厉害，看过都来按量起来，都记下来，以利言无体啊，就是我们南赡部洲的众生，然后呢入成国家，亦视为稀有之华宝，那么藏之国库啊，尽传之国，袂使提出去外国，拢放在印度。那么此经呢，未到来，圣明啊，先来，因有幻真啊，那个幻，就是天主，是印度啊，见智者大师啊，就是天台宗，创建者，在隋开皇年代，西元呢，592年左右。跟世祖啊同年代，法龙禅师啊，也在那个年代。那法龙禅师有一个记啊，非常好记啊，恰恰用心时啊，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啊，当用恰恰无，还记得吗？忘了啦，早就忘了。那个是法龙讲的。那个恰恰用心时，刚好我们要用心的时候啊，恰恰无心用，无心啊，就是没有生心呐，没有生内心就是真心呐，所以讲无心恰恰用，无心的时候啊，那时候来用，最恰当，当用恰恰无啊，用的时候都无心，了解意思吗？我今仔讲过的后礼拜过来去甲恁问恁拢搁害我啦。很详细的解说它的内容，我们呢现在呢就这个翻开这个楞严经，各位手上都有吗？没有的话，我们旁边有，两边呢都有，去拿来看，这个回去来的时候啊，拢加一项互咱大，这真有分量啊，拢不止大，很有分量，那么《楞严经》的前面啊，叫做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啊，知菩萨万行，守楞严经啊，有这么多文字啊。那我们我们中国人有简略的那个习性，那不讲那么多啦，进去啊，甲讲楞严经就好啊，上尾迄间记的就好啊，就知影讲规本，意思啊，拢会造出来。所以还缺那个课本吗？没有的话，你举手，我们这个副讲师呢会拿给你。要看的比较容易能够了解它的意思。然后我们呢从那个经的名称啊来了解它的里面大致的内容最前面呢我们有学信愿行正，有没有？那个大佛顶那个如来密因我们就是要信那个信就写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修正了义那个需要愿，有愿力我们做法才能够呈现那个功效。然后呢那个知菩萨万行那个十以行就是要去做一定要做这个完成的事业要做才会成功
何况呢，我们这个是圣事，要成佛的，更是要做，所以啊，知菩萨万行，然后呢，守楞严经啊，只是要我们正，所以信愿行正，都已经呢包含在经的名里面，要呢，信愿行正，这样了解意思吗？大佛顶如来密因啊，一定要相信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是属于信的部分。然后修正了义啊，要修正了义啊，就是一定要有愿，所以愿大力量大，愿小啊力量就小，愿很大的话呢，诸天仙佛啊，大帮助到，所以那个愿很重要，我们要有愿，在完成也是一样，完成事啊有愿就容易成功，你没有愿啊。那个成功的几率啊，就减了很多。那知菩萨万行，那要行，那个不是空口说白话，要做，爱去做，然后守楞严经啊，就是正，信念行正，所以啊，我们从经的名称啊了解，然后旁边呢，有礼教行果。有没有？这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来讲，大佛顶如来密因，那个呢就始于啊，理呀，始于理，然后修正了义啊，那个就始于教，这个释迦牟尼佛，教化，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就是要修正了义。然后知菩萨万行一样啊，是始于行，就是要做，所以前后两个都做的部分啊，都一定要，就是在生活之中啊，我们就是要做，所以做才会成功，对不对？要做。有时候呢，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啊，什么都不做，那个就叫努力在做。这样知道吗？那我们很努力在做，做东做西呀，那个叫生灭，很奥妙就拍拼咧做工唔对啦，点唔点拢无爱做工，安尼对啊，很正确的，不是有来讲那个正贤官那个他一直都很努力呀，在做。他都有那个法持在，后来他就改变方法啊，我这一生已经没希望成佛了啦，我就种佛因啊，来生再说，就把什么都不要都放下了，结果他的功效就呈现了，那个就是把法持啊去掉了，那我们那个法持最难去掉了。释迦牟尼佛都讲，他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修的大概都这个500世，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佛给我受记，修啊才丢那都无，就是因为他心中呢有所住在最殊胜的无上正等正觉法，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了解意思吗？以前呢，我们曾经用那个呢养宠物啊，就是猫，你很这个爱它的话，你要轻轻的抚摸，它才会蹲在你的身边，对不对？你那个摸完呢，它就跑了，对不对？懂不懂意思？我们抱得很紧，那个叫法持啦。你轻轻的抚摸，就是放下。放下才成功啦。你抱得很紧啊，那个法持在永远都差一点，那个百尺竿头，缺少更进一步啦。
各位天姐，百尺竿头啊，更进一步是什么？百尺竿头还有依赖哦，你更进一步哦，全部都空了哦，依赖拢无去了哦，会死哦，对不对？啊，拢唔敢放对无？啊，唔敢放就袂成就啦。啊，所以迄放哦，所有有形有相全部都不见了，无形无相整个呈现，就是刹那现全身。那个皮肉之乳整个都出来，成就了，了解意思吗？那么在底下呢，手楞元婴啊，那个就是果，那个礼教啊，行果，的果就已经佛性本体的定已经都这个生效了，已经有效果出来了，现在了解是吗？然后我们呢再从呢那个一个一个那个上面的这一些些的名称它的含义这边呢再来加以了解。那个大就是称赞之词大依大教解大理起大一个出来了，现在了解是吗？然后我们呢再从呢那个一个一个那个上面的这一些经的名称它的含义这边呢再来加以了解。那个大就是称赞之词大依大教解大理起大行正大果，有没有全部都是大？都是大非常殊胜所以所有的那个修持方法都不会超越这个手楞严，所以这个大大就是摩诃尽虚空遍法界，就是最大称为摩诃。然后佛就是呢表显之意32相之首大佛顶这个佛顶无见顶相就是佛的顶头顶没有办法去见到。那么不实于有，也不实于无有无双遗，而能放光化佛，表以佛顶者意味归前教之教，前赞之教那个前呢就是方便见就是呢有55个位阶不是呢前见之教令受持者最悉看重就是佛顶大佛顶无见顶相。所以之前或许不是要各位都抄下来吗？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理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有没有？记不记得？他的意思呢？知不知道？因为无所见都没有能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能所双泯灭了，没有能所，没有能所就变成一体。那一体呢，就是佛性呢整个全体呈现。这样了解吗？没有能所就是整个佛性这个全体都呈现了。所以我们在那个这个一念无明生三系的时候不是有讲业相、转相跟现象，对不对？那我们起心动念已经造了业，有业相。那我们转本有的智光要见那个业业所呈现的那个业相。业相没有形象，
我们呢一定要看，就结案为色啊，就现起啊，那个四大之想，这样了解意思吗？或许就知道不要引啊。这个要说知道都唔知，你讲不知道都跟他朦胧之中都有点答案，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些都不是很深，只要有点心一知就永远都知啦，不会讲一个无去，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一能所双泯的，没有能所的。就是已经成就，不是还有讲那个我们台湾那个佛学博士跟达赖喇嘛在纽约对谈吗？那个就比较能够让我们了解那个能所的那个内容，因为全世界有50几个国家实况转播啦，那个很大的盛事啊。2位这个在世界都很有名，一个是佛学的博士啊，那么一个呢，他是圣意化身，在纽约对谈，所以各国都很有兴趣啊。然后我们那个佛学博士啊，一直在发表理论，达赖喇嘛就举手了，举手要问问题啦，那个。台湾那个佛学博士啊，就请他说，他问达赖喇嘛问，我可以问问题吗？然后我们那个台湾的佛学博士啊，他说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然后达赖喇嘛第2次又举手，那台湾佛学博士又请他说，他说问题是啊，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然后因为那个时间还很早期啦，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一个家庭里面都好几部电视机对不对？一人看一台，一间房间一台，以前我们看都要大概有一些都要去电器行看，电器行他会放给大家这个过路的看，然后呢那个旁边的一些人就在讲，达赖喇嘛那要记性，什么记性那么坏，才一点点时间就忘了，是不是他记性很坏？不是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他那个叫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等到我讲完了，有能讲的我相，有所讲的法相，就有能所。有能所就是生灭，有生灭就是变化无常，那个我们不追求，这样了解吧？所以那个第一个那个能所就呈现出来。那第2个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那个就是说没有3心刚才已经过去了，那个过去心不可有，不可得啦。未来心不可有，现在心呢不可有，那个3心没有，也到这个地方就已经没有下文了。达赖喇嘛没有在讲话，我们台湾那个佛学博士是把他的要讲的那一些理论是把它讲完，可是听的人已经提不起劲所以我们了解，从他们的对谈之中就把一个最高的佛法都呈现出来，那个不要有能手，有能手是生灭，然后不要有3心，是不是已经都呈现了最高的佛法，对不对？不过假如说我们不讲解的话，各位假如说看到那个形象，会怎么想？一定不会知道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样？
不容易啦，所以我们能所双明啊，在日常生活之中啊，我们时常都有啦，像说我们吃饭有没有能手？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吃饭没有能手啊？能吃的我所吃的饭没有能手啊？有没有？有啦，可是我们啊，心里面有没有？心里面没有能手啦，可是现象之中有，现象之中啊，我能吃，我所吃有能手，可是咱咧吃，咱也无去管伊讲能吃的我所吃的饭，对不对？所以那个能手已经双明，都已经泯灭了啦，是不是？咱日常生活的有啊，对不对？那我们看很多都是这样咱会晓扫涂骹未？有没有能手？那我在扫的时候啊，有没有那个我会晓扫涂骹，我现在正在扫，有没有？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说，不是很困难的，这一些要能手双明啊，原来是很简单，都在呢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啊，就可以呈现。差别呢就在心理呀，所以我们研究心理心法重要就是这样，我们要了解到它的那个变化情形，有能手跟没有能手差别很大，没有能手啊是一体，有能手呢是对待，它对待有生命，这样了解吗？哎呀，我看这本人啊恶讲。再讲第三个如来，佛有10个名号，如来呢为第一号，那个如来，我们要了解如来。那么佛呢道同啊，所有的佛道呢都是相同。佛啊如仙佛之在啦，比较后面成佛的，好像呢仙佛已经比较早成佛的再来，故曰呢如来。那么本经啊如实的教义啊，为道之体呀，是本来心，来是为感应，和众生呢结缘。那么如来啊是为正果之人，正果了以后啊就称为如来，所以那个大佛顶如来，然后呢密因正果之秘密原因，表示啊非鲜明之事项，不是讲安尼看啊就足清楚的，就是秘密的。其实呢，修成佛国首依啊之因，那么依此密因啊，才能正果。按照这个因啊，才可以正果。而此密因啊，就在众生的身上所具的根性，众生呢日用啊而不知。那么既然不知啊，就无法应用。非失啊，自失，本来没有失掉了，它好像已经失掉了，迷而不觉，迷灭不觉得。十方如来依此密因而修，而证佛果。所以这个密因秘密的原因，也就是我们万缘放下，一念不生所呈现的那个。那个知觉性啊，各位有没有抓到啊？或者在问不敢肯定的回答呢？拢安尼，我安尼唔知对唔对？应该说啥呢？要肯定嘛，彻底无疑
才可以啊，都没有怀疑。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密因，然后呢，接着底下修正啊了义，依密因啊，所起之修正，了义啊，就是已经就近到达目标了，是决定义啊，直达佛定，已经到达佛定。那么知菩萨万行，知呢就是许多之意，有非常多。菩萨呢是菩提萨埵，那个眼泪啊，菩提啊就是觉，萨埵就是有情，有情识的众生啊，我们都是有情识，有认识，然后有情。有情识众生啊，已经领悟啊，称为菩萨。那么正果位之前的名号，那么大致的内涵啊，是已经领悟啊我空、法空，智啊跟悲呢双运，运智啊以自利，运悲啊以度化众生。那么凡尘之众生啊，皆具如来智慧佛性，不知而落入凡尘啊，造业受苦。菩萨万行啊，即是度化众生，归入佛道啊，注重于实践。所以那个万行啊，就是要实际啊去做。那么大定啊之总名首楞严呢就是大定之总名，它含着奢摩他、三摩地啊、禅那妙摩他妙三摩地、妙禅那，就是首楞严。那么三种别名而成啊大定的前提，不同于我们功夫啊缘起之定，我们凡人在打坐那个功夫引起来的定啊，很快破坏。那这个佛性本体的定啊，它呢不容易破坏，而本性呢，自性啊本具啊之定，首楞严翻译成中文呢，叫做一切事啊究竟坚固。那么最底下一个字经，为能全之文，全就是解说了，能够解说的文章。那么所解说之法，解说出来的法，上气啊知佛所说之理，下气啊众生呢可度啊之机，它具备了观、摄、常、法四个义理。这个贯呢，就是贯穿所应该知道的真理，令不散失。摄啊，就是摄受，摄受所应度啊之机，摄受这个众生，令得解脱。那么常，就是万古不能易其说，就是再怎么久都不能改变他的说法。那么法就是十方呢所应遵其轨，要按照它的轨道，这个就是经的名称啊，那个解说，这样了解吗？光经的含义啊，就很丰满、很丰富啊，对不对？那我们翻过来。那么此经常以龙宫，龙天上的龙，在住的地方，因龙正菩萨，到龙宫去说法，看到呢龙场之中啊，有此一经，披月之下，叹为稀有，特默诵而出啊，所以以往那个修道的很厉害。看过都来暗念出来，都记下来，以利圆菩提啊，就是我们南赡部洲的众生，
然后呢入成国家，亦视为稀有之华宝。那么藏之国库进传出国，袂使摕出去外国，拢放喺印度。那么此经呢，未到来，圣明先来，因有幻真那个幻就是天主，是印度见智者大师就是天台宗创建者，在隋开皇年代，西元呢592年左右，跟世祖同年代，法龙禅师也在那个年代。那法龙禅师有一个记非常好记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还记得吗？忘了啦，早就忘了。那个是法龙讲的。